破读学台语，甲手的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6集，26条。煮菜瓜先爱甲皮烤起来。下面4字，第1字尻，尻川的尻；第2字khau，第3字读做khau，足册时发的声音出来叫做khau。第4字读做箍，1箍2箍的箍。第7条，伊欲上班进前，拢爱先khun tshuì-tshiu，就是刮胡子的意思。下面4字，第1字读做掛，包掛的掛；第2字讀做khun，第3字讀做掛，第4字讀做貴。第8條，較早攏講定定食雞腳會裂破拚紙。下面4字，第1字讀做絲，這是華語的絲嘛，第2讀做利，第3字讀做拆，第4字讀做利，嘛會使讀做裂。第9條，用手先將麵切個焦。下面4字，第1字讀做切，第2讀做切，第3字讀做切，第4字讀做刻，刻物件的刻，刻批的刻。30條，花枝佮下水的切法攏是愛先liô-hue啦，liô-hue就是畫花紋的意思然後下面有4字，第1字讀做攬條條的攬，第2讀做撩，第3字讀做撩，第4字讀做撩，也是撩比如講撩房撩茶就是撩好，感謝各位收聽。